嘉义布袋戏面第20参加嘉义县政府所举办的放戏仔活动，这届放的戏仔有风头甲乌仔戏这两种。县政府嘛强调讲，放戏仔是依护海洋资源的方法之一，不过是袂当私底下举办，才要依法申请的。戏仔也顺利推流入去戏港内底。第10载时，布袋民间团体配合县政府举办戏仔放流，希望社会重视海洋资源的问题。放板桃啊，跟一些小石斑来讲的话，让大海能生生不息。而且每年的话，我们的白海豚都需要吃板桃啊，它才能够继续存活下来。你让白海豚没有食物的话，就是说它已经就会离开我们家的地方。这个放流的戏仔有10万尾，县政府表示，渔业资源受气候甲环境的破坏，佮加上渔业技术的进步，所以资源是愈来愈少。透过放流戏仔是增加渔业资源上直接的方法之一。话鱼啊，钓完有无吼，后一地人就无鱼怎好钓啊？啊，甲资源然后同好的一地人啊。放流的鱼苗有2种哈，那一种就是我们的四丝马拔啊，我们俗称叫做乌啊，另外一种是黄鳍鲷啊，那就是我们俗称的邦桃。农业处指出，戏仔放流就向政府申请才会当举办。针对放流的渔种甲地点嘛，拢有规定，若无颠倒可能会破坏海洋生态甲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